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，之前伊常常伫咧监狱内底过身，外界拢真焦急，感觉讲伊可能是去予罗西亚总统普丁下令抬死的。不过，根据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美国的情报单位调查显示，普丁可能无下令甲纳瓦尼抬死。不过纳瓦尼的幕僚伊是随出来喷讲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伤过天真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今年2月中旬传出伫北极圈流放地监狱内底过身，因为是常常发生，加上纳瓦尼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廷伫政治面顶的竞争对手，和纳瓦尼的幕僚甲家后拢指控纳瓦尼是受到普廷谋杀。虽然俄罗斯政府否认，也毋过外界有关伫质疑。暂时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，显示调查结论是普廷可能无伫2月下令杀害纳瓦尼。Материал, я бы не сказал, что это материал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, который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какого-то внимания. Такие очень, я бы сказал, пустые какие-то рассуждения. Видимо, подкинули для субботнего чтива для мировой аудитории. 媒体报道指出，美国是根据所有相关的机密情报、甲纳瓦尼死亡的时间，佮对普廷3月寻求连任的选举无好影响等等做评估，才讨论出来的结论。嘛，甲这份上新的观点传达予部分欧洲情报单位，也毋过欧洲部分国家有关怀疑普廷有直接牵连。美国的报告嘛认为，普廷爱对纳瓦尼的死亡负担部分责任，并无免除普廷的全部责任。对于这份调查，纳瓦尼的前幕僚沃尔科夫伫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，讲认为普廷唔知情嘅调查是真天真的，这款讲法是无了解现代俄罗斯嘅运作方式。伫普廷顶个月8表示，原本已经准备好以换犯人嘅方式，甲纳瓦尼交予西方国家。定价是纳瓦尼永远袂返去俄罗斯。也毋过纳瓦尼创立嘅反贪腐基金会质疑，普廷就是伫咧知影这个计划了后，才决定甲纳瓦尼除掉。公司新闻是同编译。